係啦，今日下晝咧就嚟到咗啦，就係三藩市市中心 Downtown Salesforce Centre 呢度嘅，呢度咧就係轉乘中心。咁見到啦，就係而家呢個時間啦，附近打工一族啦，亦都係嚟到轉乘中心呢度啦，就係坐車咁翻屋企離開呢一個三藩市嘅。呢度咧亦都係呢一個咧就係跨灣巴士嘅總站嚟嘅。嗱，咁而喺呢一個轉乘中心嘅頂部啦，有個咧就係空中嘅花園嘅。咁空中花園呢度咧非常之靚嘅，見到啦，咁三五成群啦，亦都響度咧就係散步啦，轉圈嚟到散步嘅。呢個草坪咧亦都係相當之靚嘅。咁今日下晝啦，天氣咧亦都係唔錯啦，陽光普照喎。咁所以啦，響呢個特別係太平洋夏令時間嘅時候啦，咁呢個日照時間咧就相當之充足嘅，到夜晚8點零鐘咧先至係日落。咁今日咧就有啲事咁嚟到附近啦，咁所以咧就係上到嚟呢一個空中花園呢度啦。因為平時咧都係冇乜時間會嚟到咧就係 Downtown 呢度噶，特別咧就係轉乘中心呢度啊。多數咁離開三藩市嘅話咧，都係通過呢一個咧就係三藩市國際機場離開嘅。咁好少咧會坐呢一個地面交通咧就係離開呢一個三藩市嘅。咁對於即將離開三藩市嘅人嚟到講啦，Downtown啦，的確啦，佢哋需要咧就係抽啲時間去到深入了解啦。可能啦，平時啦，我哋咧就係顧住工作啦，要揾食啦，忽略咗咧就係身邊嘅人物同埋故事嘅。咁見到呢一個咧就係轉乘中心嘅空中花園，亦都有呢一個咧就係戶外嘅音樂表演嘅。嗱，見到咧就係時間表咧亦都係排咗出嚟噶。現場亦都係擺咗啲咧就係五顏六色嘅台凳喺度啦。咁仲有呢一個商店嘅，咁所以咧可以買咖啡啦，買零食。咁今日咧就非常之好彩啦，咁見到呢一個咧就係Salesforce Centre 嘅呢一個咧就係小型纜車咁開放啦。開放咧就係運載呢個乘客啦同埋遊客嘅。咁喺度排隊咧就可以乘坐噶啦。咁見到咧就係咁好彩啦，咁所以咧我都係特意拍片，咁係就係記錄呢一個咧就係比較特殊嘅客嘅。咁因為咧唔知道啦，下一次啦仲有冇機會啦響三藩市啦，或者響三藩市啦就係乘坐到呢一個咧就係小型纜車啦。有陣時咧，或者係工作嘅關係啦，生活方面嘅關係啦，可能咧就會離開呢一個三藩市嘅。所以咧，如果大家居住響三藩市嘅話咧，就盡量抽啲時間啦，去到感受啦三藩市嘅城市嘅人物同埋故事啦。咁睇翻呢一個纜車啦，佢嘅呢一個運行時間啦，大概咧就係30零秒左右嘅。從空中嚟到睇翻街面嘅情況咧，亦都係比較特別嘅。咁即係好多遊客啦，喺呢一個咧就係網站上邊都話啦，每一次嚟到嘅時候咧都係停止開放嘅。咁我見到啦，應該大概咧就係得一個工作人員去到操控呢一個小纜車，咁所以啦，造成咗呢一個運行時間唔能夠咧就係長期維持。咁或者工作人員啦休息啦，或者去到咧就係食飯嘅時候啦，呢一個運行時間咧就會暫停開放嘅。其實咧喺網上邊啦，我都發現咗啦，係有呢個運行時間表，但係喺現場咧，我又發覺唔到。睇翻呢一個小纜車啦，由地面啦就係向呢個轉乘中心嘅屋頂花園、空中花園呢度前進嘅時候啦，呢種感覺咧就係有所唔同嘅。因為啱先啦，我就係由呢個頂部咧向地面嚟到咧就係降落嘅，而家咧見到遊客由地面向空中花園嚟到進發，所以咧感覺係有所唔同嘅。好啦，今日嘅影片啦就同大家分享到嚟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點讚啦、訂閱同埋轉發，有可能嘅話咧，希望大家通過 PayPal 啦就係支持啦就係我呢個頻道嘅影片製作嘅，或者咧就係通過超級點讚亦都可以嘅，非常之感謝大家嘅支持啦。